高接力，也有人讲低接力。简单来讲，如系屯温带嘅离峰，加接替台湾本土嘅黄山离峰。已经过世嘅董事退休先生钟永生，32年前带领一群农民成立嘅高级研究班，开创出嚟全世界第一嘅低接力。对简单嘅资料嘅，当提供胞胎到接力岛，也得相关嘅加拉霍斯，还个人工高发也得，里面产生嘅贵业产业链。同董事嘅产业结构对本地嘅林木业规嘅改变呢，有一群董事文化工作者提做记录，完成口述历史，希望见证农业应用嘅改变一则素材。接下来嘅专题，看下来看啊，当年应用嘅有记者力产业碑，又有那道加拉火呢，系沿着有嘅记者力变做现代农民过重要嘅工具。虽然做80岁嘅阿伯行去医院嚟度做事，无限汽车要将很多省种嘅利益立退嘅，其中泰利总系32年，对这样是记者力研发出来，注重到一下，到30年前，我识到一种有水有多嘅利益，加上我等到7、8年咧，也同5月这边咧，同董事嘅告诉行做会达到结结，规片嘅山慢慢系利益上面。干嘛呢？菜里山上有那东西，你平地哦，忙有那东西，也是那钟永生先生其实企业性工了还，那一般的农民是普遍是天气都好似嫁接那种的电视机，你还有成功了，卖家事也非常好。当时清早来讲，将那个林木业的这个产业，过来早期都系到民国65年以前。当时来讲，现在较太重的都系算芒山梨、处理，个甘蕊，过来都系香蕉。因为香蕉到50、60年的时候，外销，伊本来是应该是到当时的这个产业算太重的。一大笔董事综合体系，每台湾记者力的发言体，总用成加速，清早头一大笔始终记者力成功。到中泰力之前，董事本来中青岛系假美同强照，总免他本单美总强照的。到30年前，听听总用成强下改种泰力，也系来的听听佢强下中，一件咁嘅一甲动的个人，还留等几下头这样是路的历史。以前是冇了嗰种嘅像那种嘅期待，所以我自家用报纸订啊，嗰边唔来包皮拍嘅，地图是拖一种嘅乌色的。其实新多采购的时候，伊地图是个叫拍摄，不管乜嘅那种理都不管。刚刚开始，包括东势地区的水梨啊，几乎没有人带套袋。那因为梨山有从日本进口套袋的习惯以后，东势的农民他就很勤奋了，他会把旧新闻纸用订书机订一订以后，就把它套上去。当时清早现在梨山拍皮的形式机理，都系民国70年代对日本传入黄皮的很水梨，还好还有风水新型一的品种，这笔技术会成功，老土推方面没当关系。卢庄县的加速制厂，本单系做面包制胎的，因为本塑胶胎的推起来，同民国60年代制厂的生意变得当唔好，这样是卢庄县张面是人说，种种唔得看等，制厂将传到嘅亚胎就冇睇咧。为了打出新的路，佢到100起多摆，经过董事的个人发现的机会。我看到很多那个东势的季节里的树啊，连那个树枝都折断掉了。因为一棵树你架这个200、300个花苞很平常，可是一个花苞如果光是水梨就要1斤了，3个都会超过1、2斤了，再加上那个新闻纸的潮湿，结果呢？一棵树要负担300、400斤啊，这个重量啊，绝对是不合理的。这样是头个人，卢总县认识的当头个指甲的总用上，本总用上了解，原来迄姿态用唔错的，是知道迄个力唔好，监督到落雨，行动会跌下来。连续1、2年好不容易开花，可是它没有结果，结果了以后，
一下雨又烂掉了，所以农民就用新闻纸再做套袋来包，结果没有想到这样更糟糕，因为新闻纸的吸水它是100%，它一张这个4两的这个旧新闻纸袋啊，它吸的水会超过8两到1斤了。12年103，哦，30年了，30年了。佢对爸爸树头接下来紫台厂，唔但将意思记者里重新做起来，下后还发展出各种无穷样水果套台同适用的紫台叶，变做台湾清代的常用紫台厂。沿电路相片，佢咪想起到32年前记者里的开发过程，嗰样是张永成的高级研究班喺20头去田方试验，安排头开班会讨论。他们没有休息啊，晚上就一直开班会。然后我就20几岁的小毛毛头就坐在那边听这些啊，这个农友啊，他们每个人的经验就会教导我啊，这个纸袋不行啊，这个太早了，这个太厚了，太薄了，甚至于要一颗一颗包，还是全部5、6颗来包，结果都不一样。因为正开始嘅記者嚟中間冇人做過，啊唔知仲按樣生產，啊有真多嘅材料，按選可以開發嘅材料嚟用，中間冇，啊所以講緊有2000年，緊向下度討論，常態度討論，啊討論了後每下歸去都成立一個班區。因为原来早期农村时代因对这个52全世界来讲，因台湾有这个产业，产业来讲像以前的纸材当就地取材，再取去农友手边有物个材料，经过研究，像早期的报纸，无杆，简单的塑胶落来就转系经运用的纸材。水果套台做出嚟过后，当家最有人放嘅，因为需求量动态，还变做董事体系嘅家庭副业，家庭做代工厂。你建议屋下呢种态度，为到顾到家庭，伊头屋下差嘅更加会2年嘅水利套台。係因為細人和細漢啊，安尼我顧得到屋下，顧得到細人是中學啊去安親班，是得將來陪我，我咪是得陪到見安尼啊。所以條件咪真好啦，所以就蒙做安尼啦。因为看到董事啦，很多人都车袋子，他们有的都没有工作，靠这个在生活，所以勤劳一点的话，有3、4万啦，最多的话差不多30、40个。对啊，因为现在时机比较不好的话，所以原来越做越少。像以前最好吃的杏水梨。现在大部分都不敢接了，因为它很容易落果。现在都变成新兴啦、风水啦，这些比较适合我们的本土气候的。一刻當然唔單請董事有記者嚟，北到宜蘭、南到台東都有人種。這樣是張永成的研究班為研發記者嚟，其實係100嘅機會。當初緊一開始嘅時候，並唔係認為講想適到安尼嚟。將去做那個記者的那種嘅動作，當初冇安尼那個理念，冇意中冇去做那件事情嘅人，清代嘅人是講，當初緊有青年做東西種葡萄。當時小竹龜，這樣是葡萄架勢當好，一般當時葡萄嘅產期喺度7、8年咧。古數家頭們係講有辦法頭6年嘅左右，天天會太春節。古數帶定董事發好嘅樣，去屏東次中嘅山甲。第1年正經係太豐樹買到高價市，第2年就想種較多頭嘅抗太種嘅sản xuất甲，結果冇辦法打發，還有前原因發現四周的年年頭董事發樣，再個拿去屏東種，本單全部計劃好嘅，不過張永成屋企人唔同意，古數做親留下來。張永春先生，佢屋下嘅反對，總係冇落去做。佢冇落去做咧，喺度幾日青年總係冇落去做咧。
但是17年吼，因为结拜的经验了后吼，跟开始思考到讲，有真多东西都应用磨土和反而分化，做了真好诶，来种诶果子，那迄美食的用空宽的方式为拍美。葡萄，咱当初对种晒落去会较早，然后将来继续生长了后挖上毛发。慢慢可比用想到将来，东西可比讲梨，田梨山拿出来，其花苞成熟的拿来东西接梨，是会变较早哦，咩很咩来试试看。既然刘托董事加对葡萄移植经验联想到，本单温带果子将合适种到梨山，迄讲将花苞成功拿来董事家，制作得比梨山还较早有利的。故所也唔单枪迄董事，喺台湾农业历史上亲特殊的农民研究班，创造了全世界唯一的台湾记者梨。当初参与了记者梨开发的一批人，睇咗有前後有20屆年，跟嚟辦，跟青島嘅時都20屆了後跟到每個增加嘅。係2017年，大家共推一個人作為列青嘅領頭人物，所有嘅事情都委託呢個領頭嘅人物呢，對向外也好，即係講呢個地方上做乜事，就有幾來，發號施令上我做乜嘅事。有大量的，真係有成功哦！唔止好講來發展來，照家嚟做嘅，唔止人冇想得個去嚟咗啊！後來嘅咧將啊，其實你想開發唔嚟了，太家即係個研究班嘅嘛，佢啊，但係佢做，大家做完就做好。作為80歲張馬坤，做到漸漸的40年前，為食吃的用梨山梨風來食。不過頭下嘛是吃到好高神奇，無像總用生家的安認真，對這個技術成功的，今日談談種的30年。你90年後就有啦，真多年創到錢啦。買一度你去老夫得買一度講10年創行來啦。有啲90年了吼，這邊個東西哦，真多些好做啦。嘛是在講東西，嘛是在講好定的90年，太家有些好做啊。自從有梨呢個產業起來了後呢，東西當到嘅商業，當到種下做動態嘅改變。本來運輸業冇咁發達，因為要運送90年，所以運輸業變發達。過來為到講用呢按嗰幾個東西，包裝較好，所以要開發真多嘅好嘅包裝紙材，所以又會變成立真多嘅紙材店。水梨係高級嘅水果，為咗用較好嘅皮料，甚至防止病蟲害，故所董事嘅路行，萬乃係皮料店同各種農業紙材行。到民國70年代，佢樣是鄭光明還忙30歲，考到台灣省農林堂要去日本學習農業計劃，佢睇到日本嘅水果品質一路以來當穩定，當希望將安樣嘅技術帶進嚟台灣。還是利用安布頭帶進電路台灣嘅茶米啦是帶進來去書包把件錄音機帶進來去欣賞機啦邊個字典帶進來去，是來滿機啦討論呢個農業嘅管理嘅技術方面討論呢喺我就想到講人哋比較普遍就種做人工授粉台灣蠻少呢。佢熱天愛用異花授粉講嘢較白天數就講披薩本樣攏較正啦異花授粉嘅結果率無加真高，所以講將要透過講利用授粉嚟做嚟動作嚟增加嘅結果率。對這裡嘅技術，要用乜個材料，都建立規則產業鏈，都係當時農民自家開發出來嘅。
菜田农业同文化工作者希望做得將一個開發過程完整記錄下來，佢係用幾種嘢去做田野調查，訪問幾樣時開發嘅路者。心愛就20萬隻是拍油啦，可能有，可能嘛有20萬群嘅錄音帶咁多，相片嘛真多安尼啦，總含標圖庫存嘅圖像都標緊，希望可比講。有對安尼專業有興趣嘅，亦係講具有能力嘅人，是來接落去同一件事情來完成。你所看到嘅資料，總係講啊，就較白談說是講，跟農政單位跟將列嘅資料，盡力發表出嚟。但是唔止種嘅人，跟是敢若要感覺講，你係農政單位已經開發出來嘅技術，你話咱唔認為講對歷史嚟講，對農民真冇公平。依家唔是由過水利高級研究班創造嘅台灣長油嘅記者力，還發展出水果產業淘汰同鐵油嘅工具。徹底改變了當時嘅產業結構，加條記錄做口述歷史嘅目的，係本後場嘅地帶，鮮明是有一群人係讓用智慧同創意開創出水利產業是有個黃金10年。